后来到今仔日为止，台湾已经有235例确诊的病例，尤其是前这4天到76例是为国外甲病毒回转来的，其中阁有4成的民众伫咧回国进前都已经有发烧，或者是呼吸道的症头。虽然疫情指挥中心再三来呼吁，一定要确实来讲明家己健康的状况，也毋过专家也是真担心，讲即款的现象确实是会增加着医疗的负担，甲社区感染的风险。先生的案例哈，那13位是境外移入，有26例确诊，那其中有25例是境外移入。愈讲愈沉重，虽然煞几天境外移入的确诊案例拢以2位数增加，互机场压力真大。今仔3月21到24，境外移入确诊的案例就有76个人，其中有32个人伫倒来台湾进前就已经出现发烧、咳嗽的症头，有可能伫到台湾进前就已经发病。欧洲地区病患暴增太厉害，医疗机构可能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因应，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使得很多在国外已经有轻症病患的患者，他就急于回来，这个也是造成我们防疫的危机。在每个地方有发病，主要是登机前的那个国家要去筛检这件事情。那至于我们的国人登机了回到这边，那当然就有通报的义务。再三强调讲，一定要老实报，加上这一波倒来台湾的旅客，一般拢是社交真快的少年人，嘛，互这个病毒传播的速度加真紧。临床上嘛发现讲，最近有确诊的人芳草皮无，互人烦恼讲病毒敢是又搁改变啊？核酸序列有变化而已，它并不影响到它整个病毒的那个疾病形态。其他的感冒病毒也会。那至于这个新冠病毒引起来的嗅觉丧失是不是比其他的感冒还来得常见呢？这个还要看进一步的去研究。当然，上好的办法，以外是将这个病毒伫境外就拢甲冻落来，其他检疫人嘛一定要遵守规定，唔通将病毒带入社区。